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我是阿明张伟民。咱讲哦，拜一的时间，咱有讨论过这个美国战略指南，然后这个公布了后，咱看到讲哦，美国拜登政府起来，哇，是支持台湾然后，嘛确定讲这个中共这个敌人这款这个态势，咱嘛看到讲吼，这个最近这个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 Davidson 讲啥？2050年代然后，咱讲吼，台湾是中国取代美国野心之一然后，所以台湾真正真重要，那么是要取代美国，中国都要摕落来这个咱讲的这个家己的台湾然后，虽然讲吼，这个10年的这个威胁变做是缩短，咱讲变做是落冬，咱嘛看到讲吼，最近安尼这个部分吼，美国嘛真正忧心甲烦恼啦吼，虽然讲吼，最近若是讲一个印太战略者有要一个再平衡的这个策略，咱看到讲美国总统拜登嘛要和日本、印度、澳洲吼进行咱讲的这个四方安全的这个对话啦吼，咱讲吼这个部分就是拜登要和其他这个国家的这个元首，敢真正是要来做伙来联手针对着中国吼来抗中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其他的这个动作，咱看到讲吼美国国务卿各有因的国防部长后礼拜讲要访问到日本甲韩国，咱讲吼虽然说四方会谈了后，搁要出访到这个日本甲韩国吼，敢是共款要讨论到抗中，嘛是共款吼朝着这个印太战略，还是讲区域再平衡这款的这个布局啦吼。另外关键就来啊，咱讲吼这个四方会谈了后，日本、韩国访问煞，即阵咱讲中国甲美国可能嘛要伫3月18，咱讲伫咧 Alaska 吼。遮来进行着这个会谈吼，咱讲吼，这真正是这拜登上任了后头一摆吼，这种会谈吼，毕竟讲这可能是解决问题这个机会，解决什么款的这个问题，过去贸易战也好，科技战也好啦吼，等等这个部分，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有人讲是中国求美国要来讲这个会谈吼，安怎讲呢？咱讲吼过去咱讲中国真正想要知影拜登起来，伊到底是咧拍什么款的这个牌啦吼，另外。爱过来观察，阁有2个点啦。咱看到讲吼，两会进前，咱头头讲到吼，这个战略指南出来啊，迄个部分吼，这个中国嘛无咧落软啦吼。咱嘛看到讲，习近平伫咧这个两会吼，这个解放军的这个代表团的会议头顶讲啥，全军都要做好备战吼，准备作战的这个部分啦吼。中国两会这个政协嘛决议心情加什么，要坚决来阻挡台独哇！但是咱嘛看到讲，美国动作吼，真正嘛真暧昧吼，时间点。嘛，拄啊好，咱头头讲着吼，美国第7舰队吼照例来过境，但是这款照例过境，搁伫这个两会这个期间，到底代表什么款的这个亚洲的这个氛围？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今日请节目电影所有来宾，第一位请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明。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邀请南华大学国际事务甲企业学系副教授王思维。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张志章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啊，先带大家来看讲吼，伫咧这个时间，咱看到第7舰队来到台湾吼，有啥物款的这个氛围，先做来看。美国海军第7舰队伫人面车打出相片，表示伯克级驱逐舰混运号车入以国际法例行通过台湾海峡，嘛证明美国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这嘛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军舰第3届通过台湾海峡。在这期间，国军运用联合旗舰阵的作为，全程掌握台湾周边海空域的相关动态，状况都正常。针对美国军舰通过台海，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发新闻稿表示坚信反对，认为美国公开传达错误的信息，危害台海的和平，嘛派兵力专程抵监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前就指出，中国是美国上大的挑战。车入参加听证会的时阵，嘛学了台湾的民主政体，答应会邀请台湾参加拜登主办的民主峰会，甲参与世界卫生组织。And begin talks for a free trade agreement negotiation as well. So I hope that I can get your commitment to work on this issue. Absolutely committed to working on it. I share your view that Taiwan is a strong democracy, a very strong technological power, and a country that can contribute to the world, not just its own people. Right. COVID is a very good example. 拜登伫竞选期间甲选举了后，拢捌讲就任了后头1年会召开全球民主峰会，台湾这边希望会当受到邀请来参与。布林肯指出，峰会举办的时间可能会伫今年年底，目的是调集民主社会，共同来看目前遇到的挑战，而且互相学习。外交部我们诚挚的
感谢布林肯国务卿再度的公开的这个表达对于台湾的一个坚定的一个支持，我们以及他也肯定台湾的一个民主制度跟我们的一个防疫的成果。外交部表示，台美持续保持友好的关系。美国拜登政府上任了后，一再以实际行动展现坚定支持台湾明确的立场。未来嘛持续甲拜登政府的团队密切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甲繁荣。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看到讲吼，这个第七舰队吼，伫这个时间吼，咱讲嘛是这个拜登政府第3届的这个部分吼，咱看到伊这个1月时阵才上任俩吼，到吼3月俩都3摆来经过着咱讲的这个大海啦吼，咱嘛看到讲吼 ，Davidson 又讲到啥？咱看到讲吼，伫咧6年内底吼会侵台啦吼，就是讲过去咱讲2005年啦吼，咱看到讲吼，真正中共若是要取代这个咱讲美国的这个地位吼，台湾是一个真重要这个部分吼。虽然说这个2个部分吼，咱先请教这个主任吼。第一个部分，伫这个时间点，第7舰队吼，第7舰队来到这个台海有啥物意义啦？第2个部分就是讲侵台的这个时间从10档变6档，这是什么款的意义？这咱按个警惕啦吼，咱讲大方向是来讲吼，古早吼差不多1-20年吼，美国甲对咱的战略吼战略吼，伊讲。是战略嘅暧昧，即摆是讲战略嘅清清楚楚，你讲即摆是战略真清楚，讲我就是要支持台湾，这是第一点。那第2点是讲其实吼，美国吼除了吼用这款维武吼来支持台湾了，其实吼伊派吼军舰啊，是讲无人机吼来咱的个航空识别区吼来做一个巡逻嘛，拢好吼。那其实呢上重要是讲吼，美国吼伊家己美国海军有家己算过吼讲。未来10年之内吼，中国吼要建造的军舰的数目吼，既然吼甲美国的军舰的数目共款，虽然讲吼，中国的军舰的战略吼战弹吼无法度吼赢过美国，毋过吼伊这数量既然是一模一样啊，所以这是吼感觉吼美国海军也是讲国防部吼感觉足警惕吼，那足警惕啊也能够回到20年来吼2001年吼发生所谓911事件吼，伊当阵呢美国甲伊的战略吼改成所谓反恐战略吼，反恐的战略的时间其实吼伊建军备战吼拢是反恐吼，反恐的其实拢是较轻的武器吼，伊的比如讲海军来讲吼，伊拢是讲滨海战斗舰吼，战斗舰其实吼用在大海的烧电其实伊袂好，那袂讲是讲近1-20年吼，中国的海军吼，一直甲迄军舰吼，一直做吼。既然吼数量吼，既然甲美国海军一模一样吼，这但古早吼美国的战略的思考内底吼，这是无法度去想的，无法度想象啊。即摆吼，佮加上吼，习近平吼，开始你讲伊个人权也好啦，香港的问题吼，拢开始用抗议的态度。抗议态度吼，其实美国也是讲是啊，咱是毋是爱改变吼，咱对吼。中国的一些态度，所以咱来看讲，美国吼除了吼对台湾，你讲战争嘛好吼，外交的生活嘛好，其实伊嘛吼去有一寡吼盟友吼来做支持吼，比如日本、韩国吼，甚至吼印度吼，伊拢必要时吼讲有过吼，咱过来看吼，其实吼拜登政府吼，甲奥巴马甲那个川普无共款的时阵吼，讲川普这个人吼，伊家己硬做。家己一个做讲，美国若伊讲好吼，就美国家去做啊。拜登呢，伊无共款，伊无共款是讲，大方向是对中国抗议，按讲吼，那美国若无迄个利用的时阵，伊会有盟友个吼，交朋友是吧？交朋友吧吼，比如咱讲要相拍时候交朋友然后做阵吼来相拍吼，这是讲吼，拜登甲川普无啥共款的所在吼。无这个定国对对，按讲大方向嘛是讲对吼中国较强硬，那。迄当阵吼，那拜登要起来时，然后有人一寡评论讲这是拜登对美国对中国较软，其实即摆看起来敢无即回事哦。是无即回事啦吼，所以咱看到这大方向，自这个战略吼，咱看到3月初吼战略出来了后，咱讲吼对敌人这个看法吼，可能已经大家稳稳啦吼。但是咱嘛咧想讲吼，过去川普咧拍这个科技战也好，贸易战也好，哇，即阵连军事搁要来啊，敢有真正可能吼，真正要烧战啊？尤其看到讲中国要爬起来，习近平要拼伊的这个咱讲吼，伊的这个声势，甲伊的这个稳求，伊的这个地位啦吼。继续咱请教教授，你安怎看咧？
对，就是讲咱过去吼，咧观察美国甲中国这个关系吼，其实有一寡迄个时间上的变化啦吼。差不多伫过去一段时间，迄个因为美国伊想要用经济的力量，甲中国规个迄个摕一摆世界经济体系，互伊经济迄个算规则吼，会使正常化吼，伊互因感觉讲安尼中国会使变做一个较进步的国家。但是这20-30年哦，尤其伫中国加入 WTO 以后吼，咱发现讲中国其实伊伫经济上哦。并无愈来愈文明，颠倒是愈来愈野蛮啦。是，吼，愈来愈野蛮了吼，变做讲，今仔日咱观察到的讲，过去美国所设想的讲，会使透过经济这边压力吼，互你中国做一个较大的改变。但是今仔日，因发现到讲，其实我互你这个经济顶头的好处的时阵吼，颠倒是。互你变做一个中国政权吼，愈来愈独裁，愈来愈压霸，愈来愈有侵略性啊！哦，所以变做这种状况的时候，因才发现讲，安尼过去迄个做法应该是有问题。所以头拄仔咱嘛有讲到讲，过去一段时间，咱是有一个叫战略较暧昧、战略较模糊迄种路线。所以中国甲美国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迄种暧昧中去发展的。但是这暧昧中发展甲呾。即马中国伊迄边，尤其伫习近平，伊讲我迄个国家主席吼，我要一直做，一直做落。第三任我要继续做，这个表示讲，伊今仔日已经有一个足硬的态度，就是讲我要做，我要甲迄个中国梦吼，伫我手中要实现。中国梦伫我手中要实现，什么意思？我伫军事上，我伫经济上，我伫政治上，我拢要变做世界第一的。所以头拄咱有讲到讲军事上，其实军事上迄个压力，咱已经看会到啊吼。经济上其实嘛已经有迄个一寡观察，就讲可能伫这几冬以来，可能伫10冬内，哦，为的是讲可能2028年，中国就会变做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有影？中国若变做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就表示讲美国你都毋是世界老大啊，经济上你是老二啊。哦啊，所以其实这个种种的这个现象，互美国一直有一个迄种咱讲迄个大国顶头的迄个一个心理上的迄个压力啦。哦啊，所以咱会使看到讲。对过去迄个战略迄个模糊的这个路线，即马我就要改美国这方面要改做讲战略较明确，吼，我要甲你明确讲，什么代志，你中国爱遵守国际体制这个游戏规则，这个地属这个规则伫遮，你袂使干那讲，你要用你迄个中国去教迄部你的方式来做啦，吼，所以其实对迄个中国处理香港问题，中国处理新疆的问题，等了后。大家全世界才发现讲，我今仔日若无一个迄个改变的时阵吼，对中国政治有一个较大的改变的时阵吼，中国真正是软土深骨的。是啊，对世界所有国家拢软土深骨。香港处理了，新疆处理了，过来有可能处理台湾。啊，处理台湾了后，伫军事上第一岛链这个问题会去互拍破。哦，啊，若第一岛链这个问题去互拍破了后，美国伊伫军事上。咱头仔讲经济上有可能这几冬了后，可能过10冬，伫10冬以来，中国经济变做世界第一强。是。那军事上，这个第一岛链过去互中国突破的时阵，美国伫军事上，尤其伫印太地区，嘛无优势。伊就爱搁后退啊，伊就爱搁倒球啊嘛。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咱对经济上、对军事上，安尼看的时阵讲啊，这个规个发展落其实。对迄个美国本身这个角色吼，尤其是全球这个第一大、老大全球老大这个角色吼，是有足大威胁的。豆豆嘛会消无去啦吼，所以咱当着吼，这个美国为着吼，咱讲伫咧第一岛链也好，还是讲这个亚太吼，这个部分吼，共款爱来去布局吼。若是讲亚太，还是讲印太吼，规个印太搁较大的这个咱讲范围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回是这个第3届啦吼，这个拜登上任了后吼，咱看到2021年2月初是一届。2月24一届吼，搁有3月初10吼，这个 Burke Class 吼，即款的这个 destroy 这个吼，咱讲的这个船吼，来甲咱这个台湾海峡吼，拢总3届。啊，另外啦吼，这个部分咱看到吼，这个第7舰队伊伫这个面册打出来讲，哇，因这是执行着一般的任务尔吼，敢真正是一般咧？当然啦，因即马是讲一般是讲以后美国会讲。这拢是一般，我照上来。咱台湾海峡安尼行，其实咱来看，去年以前其实差不多1个月一届。是。按即马当然，咱嘛看吼，为2月开始嘛
3个，咱搁看4个，搁敢会搁有？好，毋过总的来讲吼，像我想讲，观众朋友可能嘛会讲较好奇啦吼，讲为什么迄 Davidson 会讲6年、10年变6年？吼，我伫遮提供一个我个人的看法啦吼，迄是因为吼，在旧年中共的第19全5中全会啊吼，又提出一个讲国防甲军队的现代化的计划，伊在内底啊，就讲足明的，在2027年啊，中共的这个国防啊，会全面的现代化。OK， 完成讲像习近平讲的迄战备吼，会 ready。所以讲我个人是看法啦，像听讲啊，即马 Davidson 讲，6年后，就拄啊好，甲这个2027年啦，2027年，甲中共，这是中共因家己讲，只是因无讲我2027年要创啥，毋过伊是讲2027年我准备好，我 ready 啊。当然，伊要 ready 要创啥？即马美国甲解释讲啊，你都有可能侵略台湾，侵略台湾。哦，所以我讲，这个毋是一个巧合啦，吼，这头一个。第二个，咱会使来看。当然，咱即马讲，其实在看美国甲中国的关系的时阵啊，咱一定要来看美国甲中国的关系的本质是啥？本质，因的本质是啥？是竞争，是合作，还是讲是对抗？对抗就等于讲想破避免啊啦吼。其实咱会使为迄Blinken 伊头一届在3月3号，我若无记唔对，3月3号头一届讲发表外交演说内底，伊就讲这啊，若要竞争的所在，阮甲你竞争；若要合作的所在，阮嘛使合作。毋过若要对抗避免就避免意思，阮嘛会甲你对抗。嘛是必须爱啦，对，必须爱。毋过即马伊讲这是拢有3种的可能性。那像无讲共款啦吼，毋过即马其实咱会使来看，到底是倒一个较济，是竞争为主，还是合作为主，还是对抗倒一个是迄爬线度较济？吼，这当然这都差别就伫遮啦。是，吼，所以讲咱会使来看，为咱若看迄拜登伊在今年的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时阵吼，伊就讲，伊讲啥？美国战略核心呐，伫倒，你要维持啊，美国永远的优势啦，好，所以咱就使伊要维持美国永远这个优势，就是要其实对手是啥？就中共嘛，是，所以讲美国甲中共关系的本质吧，其实咱会使看，伊会使讲是竞争啊，哈，竞争为主啦，竞争为主啦，竞争为主。虽然伊讲嘛会使可能合作，啊，不过咱来看，因为这都讲较明啊嘛。伊家己嘛讲啊，中共是美国咧上大的挑战者嘛，所以讲咱会使来看，其实你这本质会使了解，因是竞争，毋是讲合作。像头拄仔有老师讲，因为以前美国讲 engagement， 要甲中国。接触就是合作，所以讲即马才会互中共变甲较大嘛。不过即马因若为 engagement 变成讲竞争 competition，当然迄规个迄关系无共，伫竞争的国家的战略迄都无共啊。其实第二个啊吼，咱会使看，像讲迄拜登的外交政策是啥？其实迄昨啊，迄 Blinken。有讲啊，即马拜登政府啊，迄对外政策吼，要啥？即个民主甲人权啊，优先啦。OK， 好，另外伊一个讲，不管安怎，外交啊，永远是优先的手段来甲国家，特别是中共来做竞争，所以咱会使看，因去日本了后，就甲安排到阿拉斯加，甲中共讲，
到底这都是外交优先一个思维啊！有啊，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美国吼，除了布林肯吼，昨有讲过这个话啦吼，啊3月23嘛，针对这个外交演说吼，讲 competitive， 搁有啥？搁有咱讲吼 collaborative， 搁有这个咱讲 adverse 吼，对抗都爱对抗吼，该对抗的时阵都爱去对抗吼。但是咱嘛讲到吼，即阵真正这个中国嘛想要了解这个美国的牌到底吼，这个牌底是靠什么牌，然后就是要拍中国这张牌，然后所以咱头拄嘛讲到。咱讲有四方对谈吼，这个美国、日本，搁有这个澳洲甲印度啦吼，这个元首成一个对话了后，搁来刷来去日本、韩国，尾手则是中国吼，甲美国要来做一寡对话啦吼。咱看到吼，这个美国是派出到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和因的北京的这个国安顾问吼 Sullivan 吼，咱们看到讲中方是派出到这个因的这个办公室主任吼，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啦吼，咱们看到讲，另外一位就是真有争议的是外交部长，这个王毅啦吼，所以因到底讲啥啊？尤其这咱讲吼顺序爱排好清楚。第一个就是咱头拄仔讲的这个咱讲吼四方会谈先开始啦吼，美国总统拜登和咱讲的日本吼，这个关系也好，还是讲澳洲，搁有咱讲的这个印度，因到底是要先讲啥？咱嘛讲过吼，四方会谈这个部分本地就是针对中国来吼，因过去在这个会谈的基础啦吼。啊，这回咱看是拜登上任头一摆，因到底讲啥？先做来看。最近媒体报道，美中外交高层会伫最近举行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第一遍见面。美国国务卿伫初十证实。国务卿布林肯加国安顾问苏利文18日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加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伫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治见面。This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us to lay out in very frank terms the many concerns that we have with Beijing's actions and behavior that are challenging the security, the prosperity, and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States. 不讲中共是美国国家利益上大威胁的布林肯讲，这边见面会寻求确实会当实行的行动。Whether there are avenues for cooperation, and we'll talk about the competition that we have in with China to make 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level playing field and that our companies and workers benefit from that. This is not a strategic dialogue. 这个行程是伫咧布林肯访问日本、韩国会停的时阵，第一站停伫咧安哥拉治时阵安排见面。国务卿讲，15到18，布林肯会甲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日本、南韩。去日本是要显示美日经济关系重要，并且讨论新冠病毒所带来经济冲击。伫南韩的期间，会甲南韩的外交防卫首长举行联合会议。美国国务卿证实这款行程进前，中共外交部拢无发表谈话。这种安排让看出拜登政府想要重建盟友加伙伴关系，结果再加中国方面接触。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是啦吼，咱看到讲吼，布林肯按算想要去日本加南韩吼，啊要转去的这个时间，才伫阿拉斯加吼，这个阿拉斯加吼，才来停这个。再来等中国吼，来甲因拜访一下吼，所以这个行程咱嘛讲着吼，先去日本甲韩国有伊的用意吼，但是已经伫亚洲啊人，那搁要等去阿拉斯加吼，飞转去再等中国来，这个主任你安怎看咧？咱安讲，咱外交吼，咱是较无啥熟悉，啊，毋过吼，咱看日本韩国吼访问了走去阿拉斯加吼，阿拉斯加了既然吼，你讲甲叫。中国的外交的使员吼去遐会面然后吼，古早的时阵中美吼讲你夏威夷吼会面啊会谈，啊即摆咱讲去阿拉斯加，所以咱讲实在吼，这是中方的较实际吼，那实际那美国除了吼，甲日本、韩国会谈了吼，啊甲印度吼嘛有寡会谈，咱并且而且是吼，咱个看其实欧洲一寡国家吼嘛派吼伊的军事的伊的。军舰吼来甲南海地区吼，你讲吼响应吼美国的政策嘛好嘛，是讲吼对吼中共态度较硬嘛好，拢好吼。咱会来看吼，咱先看英国吼，英国自从伫迄种的香港问题了吼，伊感觉吼伊甲中国吼讲袂落吼，伊个派遣伊的伊丽莎白即个航舰吼，来到南海吼，南海其实咱看吼一个涵管吼，伊边仔吼，佫有一寡水面舰吼来做叫护卫吼。咱会使讲吼，英国派一寡吼军舰吼来南海吼，
除了吼是响应吼美国的政策了啊，伊嘛是讲吼，甲中国表示讲，伊对吼中国处理香港问题不满吼。咱个来看哦，新闻搁来看，咱个看法国的海军吼嘛派吼军舰吼来这南海。咱古早的时阵应该是讲2019年吼，咱看新闻看。法国海军吼就伊稍个波瓦托吼，波瓦托这巡逻舰吼，伊是吨位足细的巡逻舰吼，巡逻舰伊哪会从穿入咱的台湾海峡？伊穿入台湾海峡的时阵啊，伊发布新闻讲，哦，我有一个巡逻舰吼穿越咱的台湾海峡。波瓦托伊是足细台只巡逻舰吼，伊讲伊的主要用意吼，伊巡逻吼，比如讲咱的法国的大溪地吼，还是讲的新克里多尼亚伊的中太平洋伊的属地吼，去巡逻时，伊嘛吼派遣吼一款小型的小吼巡逻舰吼来穿入咱台湾海峡吼来作为战车吼。那即么时阵吼更较麻烦吼，法国海军讲我会派遣核子的潜舰吼来甲南海，核子潜舰无共款呢，意义无共啊。伊的战力较悬吼，那搁较底下吼，伊要派遣吼，伊的航空母舰哈，是讲伊的圣女贞德吼，即款所谓训练舰吼，来到南海，奇怪，法国吼，伊但毋敢就有啥物利益，其实有哦，有哦，咱想啊，咱即摆无人机吼，民航机吼，是美国的波音吼，另外一个大家就是法国的空中巴士啊，空中巴士吼，空中巴士其实。连中国用足济吼，那用足济其实讲歹听是讲中国甲法国吼，伊个经济力是足悬的。那法国奈哦，你讲甲避免嘛好，甲中国避免好，其实法国嘛安尼做呢。啊，搁较咱新闻过来看，连德国海军嘛要派吼伊个巡防舰吼来甲南海吼，所以有一寡评论人讲，这是毋是古早吼八国联军的中线吼？那有人安尼讲啦，中国方面讲恁这吼军舰吼拢。无，阮拢一下就甲你泡死啊！我不堪一击吼。毋过咱来看吼，咱讲就算讲吼，英国的海军吼，伊讲足衰落的，毋过伊讲吼派遣吼，伊唯一的吼航空母舰吼来到南海，咱是毋是安尼换过来讲其实恁中国的战略外交是毋是检讨一下？那母舰变到其实吼连。欧洲一寡国家吼，拢派遣军舰吼来到南海。你讲吼响应吼美国的政策嘛好，来讲对中国战声嘛好，是毋是反过来讲，你中国的战略外交是毋爱检讨者？有影啦吼，这个战略外交啦吼，咱嘛讲到伫咧南海这个争议，中国嘛是卡这个大金额啦吼，所以大家拢派船吼，派军舰来伫遮啦吼。佮讲咱头段嘛讲到这个四方会谈嘛好，还是讲吼这个布林肯要去日本、韩国也好啦吼。咱讲吼日本、韩国其实甲美国嘛是有一个军事同盟的这个概念伫啦吼。所以伫遮吼买手再来到3月18阿拉斯加吼会谈，到底吼这个针对性还是讲吼意义是啥物？继续请教教授。对，当然哦，讲今仔日咱会看到这个新闻，讲因中国甲美国第一届这个外交的接触吼，伫这个拜登新政府的外交接触，竟然毋是伫美国本土，毋是伫华府，是伫阿拉斯加。阿拉斯加过去咱的印象哦，就是讲，譬如讲咱迄个台湾的总统要去到美国过境吼。大概大部分会去阿拉斯加做一个过境的一个选择吼，因为遐其实就是阮离迄个政治中心较远，所以离华盛顿足远。对，所以伫迄个政治上意义就足低啦吼。所以今仔日咱看到这个新闻的时阵，就知影讲美国我就是要互你中国穿细双鞋啦。我就是要互你歹看，因为今仔日我无要经互你一个较老一个所在，经历华府吼，经历这个政治中心。互你一个迄个阿拉斯加，这个真正讲是离美国本土，佫毋是美国本土内底吼，离美国本土以外一个所在吼，咱伫遐开一个这个会吼，外交上的第一届这个接触，所以这个意义上吼，就是讲我美国对你中国即马无信任啦，吼，咱无信任，所以咱干来使对上迄个冷淡的迄个关系开始慢慢来试看卖讲未来有任何合作等等的可能当然我要。这个了，咱会使搁倒来讲头拄看到迄部分，看到伊其实就是一个印太战略的一个中心嘛。因为印太战略，咱咧讲迄个是一个较毋知影讲内容到底是虾米款的物件，但是看到就是讲，我咧迄个美国咧靠遮印太遮个国家的时阵，伊会使伫遮有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等等合作一个足具体的这个规个这个朋友啦。
啊，当然头拄嘛有讲到讲，譬如讲迄个欧洲国家、英国、法国等等吼，派伊的军舰过来啦。是。当然啦，伊迄个欧洲的本土，尤其英国甲法国，感觉上甲印太地区、甲亚太地区敢若无啥物关系啦。但是咱爱知影，其实英国甲法国伫亚洲地区，尤其伫即个差不多澳洲的附近啊，吼，南太遐，因是有一寡海外的即个领土。吼，像讲迄个法国有即个波利尼西亚，吼，啊嘛有迄个大溪地，吼，啊英国嘛有一寡即个小岛吼，其实拢伫南太平洋遮，所以今仔日咱看到法国甲英国伊派因的即个军舰后，也是讲因的即个迄个畅水钱来甲即个所在，就表示讲因要表示我法国我英国。伫亚太地区其实是有利益的，我是利害关系者，卖甲我放袂记咧，所以因派这个来，一方面当然是讲，要互迄个规个遮看到以外的国家知影讲，恁大家想讲规个印太地区哦，拢敢若恁的，但是我互恁知影讲，毋是敢若讲恁讲的准算哦，我伫遮嘛是有利益嘅，因为遮还有我的海外领土，所以有一部分这个军事的意义上有安尼啦。是啦吼，所以这个中国吼建摆就讲，什么所在是伊的，南海是伊的，倒位是伊的，台海嘛是伊的，台湾嘛是伊的，安尼讲吼，但是真侪国家拢毋是安尼去甲看吼。尤其咱头拄嘛讲到吼，伫咧四方会谈看得了后，即个日本、韩国，咱头拄嘛讲到有即个同盟，甲美国有同盟关系啦吼。所以尾手3月18，即个阿拉斯加即个会谈，美国嘛讲啦吼，哇，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即个机会吼。过去自科技战即个川普时代贸易战，甲即阵咱看到吼，真正是避免伫咱讲吼台海也好，也是吼规个咱讲吼第3遍的即个世界大战吼。即回即个拜登上任了后，先派即个外交战的即个第一步啦吼，因会讲啥物咧？针对因讲的好好解决问题，你安怎看咧？其实啊吼，就那像头前有老师讲吼，这美国真正是甲西面啦吼，西面哦，对，无伫华盛顿，伫阿拉斯加吼。当然，另外我咱看，你看中共啉落来哦，啉吼，嘛去啊，伊会使讲我不去啊。你看咱这个布林肯都要去到日本、韩国啊，2点外钟就所以讲，这个所在都要注意啊。伊连啉嘛过。若讲伊其实伊会使讲啊，我无爱甲你讲啊，咱豆讲到我民主有我才过来，可能。阿强啊嘛，希望拜登政府民主，因为拜登上任，伊就想要上主要的要代志要啥，甲川普无共嘛。所以讲，伊即摆就讲，你看我对人讲，我拜登川普抗议，我拜登会较含慢。无啊，你看我头一届甲因会面，都去阿拉斯加，毋是在华盛顿啊，伊个西面啊。我就甲你算，安尼算一下。就甲算一下，毋过安怎？阿强嘛配合无 ？OK。无互拜登民主啉都嘛过 ，OK。所以讲，即摆咱会使讲，咱即摆拢讲啊，拜登起来，伊要甲川普爱无共，到底是无共伫倒？其实啊，我是讲啊吼，你若看拜登伊即摆伊迄 Davidson 迄讲啊，伊要即个即摆面对阿强啊，上大的问题就是美国的威胁的能力啊，无够。无够啊！其实啊，你若回想讲，你若想以前，川普会讲时阵，伊的印太战略，迄头一件就是讲啊呐 ，peace through strength，就是讲和平啊，是要靠力量来维持的。另外一件，所以讲，即马这个拜登，伊即马吼讲爱加强美国的军力，加强美国威吓的能力。甲可信力 credibility，当然其实甲以前川普其实嘛是有延续，只是说换汤不换药啦。OK， 换汤不换药。另外一个，大家讲啊，以前川普拢讲美国优先，伊家己要单干。其实吼，你若去看伊的印太战略，无呢，嘛是有合作。无印太战略里内底，伊安怎讲？伊讲美国上大的战略优势是啥？就是伊有足侪朋友啊，这是阿强的无安呢。所以伊以前其实美国印太战略从来都无讲伊要家己去咧甲阿强啊定国去无啦吼。伊当然嘛爱
靠朋友。只是讲这个川普的这个做法，伊讲的较白目，伊讲的较白目、较白定嘛。是。啊，毋过即马拜登起来，伊用无共的包装，伊嘛讲。伊要甲川普无共，是世界嘛期待讲伊要无共，其实咱来看，拢相共的。第一是啥？杀人的拳头要较大，杀人讲的较大啦，这是第一。第二是安怎？爱靠朋友，靠朋友做回来啦。无要定高机啦。是，这拢是相共的。毋过伊用无共的话，吼来表达。所以讲，咱即马来看，特别是吼，咱即马是讲，那安尼，拜登到底是？会安尼做，咱若看戴维森已经讲哦，要增加迄美国的迄 credibility。其实这都伫倒会使看到，在去年2021年的国防授权法内底，内底就有一个讲太平洋威慑计划，迄内底都有讲啊嘛。美国要安怎做？爱加强伊的威胁的能力，有5点嘛。头一点是啥？爱甲强啊甲。迄国家周围国家讲，我美国会永远伫迄太平洋遮，我袂走，我会伫遮徛咧袂走。第二个是安怎？联合演习嘛。第三是啥？后勤，若是要相拍，迄清弹啊，拢会使补上。第四基础建设嘛。上尾啊，毋是讲上尾第5个，就是啥？爱靠朋友嘛。所以讲你会使看，迄去年。通过迄太平洋威慑计划内底，其实已经反映即马戴维森讲的话，就是美国要安怎做。其实美国的印太战略啊，其实对川普的时阵都足清楚有要安怎做。只是讲会使做到什么程度啊？吼，咱即马会去看，其实咱应该是今日才拄啊看到迄新闻，迄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讲，其实吼川普。讲那台湾有代志，美国嘛无法度做啥。其实坦白讲啊，迄川普吼是生理人啊，真正无一个来理念的人啊。你莫期望，即摆拢家己以前甲看甲足悬的。其实咱大家若注意，川普对阿强啊，足硬是哪？都去年尔啦，要选举的时阵才画个大声啦。以前拢嘛。无画个，无遐画个遐硬。是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其实伫咧咱讲过去 Trump 的这个吼印太战略内底，其实都写甲真明确吼。美国会点伫咧中国的这个周围，咱吼过去嘛讲到吼，这个国家新的这个战略吼，这个指南指导嘛是共款吼。美国嘛是徛点伫遮啦吼，咱嘛伊嘛搁一概肯定，咱讲吼台湾是一个这个民主的这个阵营，嘛甲这个人权吼，甲这个价值小我的国家继续徛做伙吼，这是咱看啊。延续着吼这个话题啦吼，咱讲到这个司令 Davidson， 然后他都有讲到吼，10档变6档，他都有教授讲到2027年是这个中国要现代化吼，因为这个军队上重要一个时点吼，安尼真正算起来，这个时间上是麻啦吼，但是美国真正吼，若是爱。付出什么款的代价吼，甲这个北京会当做一寡这个抗衡，然后需要吼这个代价真悬，然后但是因总是爱来去面对啦吼，所以这个 Davidson 其实嘛有讲到吼，当这个中国吼，逐工早起吼，闭开目睭吼，这个又开这个卡电吼，因就看到讲美国甲其他这个 allies 啊，其他朋友伫咧西太平洋遮团结起来吼，就是共款这个意思吼，真侪人伫西太平洋还是南海顶遮来这个区域吼，甲伊镇守好掉啦吼。另外，台湾人吼尊重人权、甲法治、自由民主社会，甲美国价值相符合哈。咱嘛看到讲吼，其实伫过去，咱看到 Trump 这个时代，这个因的国务卿，这个 Pompeo 就讲吼，咱真正是 the beacon of democracy 吼，民主的这个灯塔好。即阵佫共款吼，因的这个司令啦吼，嘛是共款用着小价值、小我即款的这部分来去讹到台湾哈。头拄布林肯嘛有讲着吼 ，COVID-19 这个预防也好啦吼，民主的这个价值共款嘛是啦吼。但是咱即阵要过来看讲吼，这10档变6档，佫有啥物款的这个变数伫咧无？先做来看。好啦，咱讲到吼，中国即阵即个目标吼，先放伫咧吼，摕落来台湾6档之内，然后这是美国因的即个讲法吼，但是有啥物款的即个变数无？咱嘛有整理着一张图表吼，先带大家做伙来看吼。即个澳洲前总理吼，陆芬吼，伊讲啥？即个习近平吼，按算伫咧10档内吼，武统台湾吼，用追求咱讲甲毛泽东吼。
这个中国政权上悬的这个地位吼，10年以来武统台湾吼，这是有人的这个看法吼。另外 ，Stanford 这个研究员伊讲啥吼？西方专家拢认为讲中国爱个5档然后才有能力摕到台湾吼。啊，习近平认为是1年至2年来然后就武统台湾的这个能力。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所主分伊讲啥？北京想要摕台湾吼，但是实力还佫无够哦。但是咧，北京的目标吼，就是要快速来去做一寡这个战斗吼，来决定这个一切啦吼。所以，无论讲伫咧讲外岛的这个火力吼拍击，还是讲咧全面封锁，拢是真正了时间吼。所以，现主是台湾短期内吼，这个战争的风险是低吼。有人讲真悬，有人真低啦吼。但是即阵咱看到讲亚太防务这个总编辑吼郑基文吼，伊讲啥？最近武统台湾的咱讲纪律嘛是低啦吼。咱讲吼，这个林定辉是讲未来6档是关键吼。到底这个时间表吼，中共若是要甲咱拍时间表，主任你安怎看咧？咱来看啦，时间表吼，有古早开始有10年吼、20年吼、5年、3档、2档、5档。咱看过有年新闻讲，毋是讲2020年后要武统台湾，嘛敢若无，嘛敢若无哈。迄当阵有个网友吼讲，都去笑中国毋敢拍。毋过吼，咱看吼，咱无人安尼看吼，然后咱嘛讲军事来讲吼，伊个速度较紧，速度较紧的话，咱看讲，咱即摆有啥？美国有啥？中国有啥？吼，盟友有啥？咱盟友其实吼，美国吼第一岛链吼，伊是兴建吼，不管是日本、韩国吼，伊足早吼，就用武器吼来甲即个第一岛链吼，甲伊个军事化。军事化来看吼，日本有 F2 吼，F2 这个战斗机吼，就是美国授权伊生产的 F16战斗机吼。韩国有叫 KC F16哦，嘛是共款是 F10个战斗机。台湾嘛有 F10个战斗机吼，新加坡嘛有吼，这是讲武器的统一化吼。咱看日本甲韩国有 P3C 吼，这个反潜舰吼。咱嘛有吼，你看哦，不管是 F10个战斗机，还是讲 P3C 这反潜机吼，其实美国吼足早吼，都甲吼日本、韩国吼跟甲台湾吼当做一个第一岛链重要的国家吼，加上吼南海下骹有新加坡吼，新加坡的军事力量嘛足强的吼，咱看吼，这是差不多是10年前的时代吼，即马吼其实美国吼除了吼家己的驻军吼增强了啊，叫不管是不管是吼。关岛的吼驻军吼，还是讲吼琉球的驻军吼，那个慢慢增加了。其实吼，伊即摆佫放吼所谓的飞弹科技吼，互盟友吼，譬如讲吼，日本甲韩国吼，慢慢发展所谓巡逻的飞弹。咱其实台湾嘛有哦。是。哦，台湾咱是毋讲咱上21吼，上21其实另外佫有一款的吼飞弹吼，相关的科技吼，其实吼美国慢慢放吼，所以咱中国咱这个无对等的能力提悬，对提悬吼，毋过。咱中科湾吼，即努力个无毋对啊，其实吼，小看吼一寡关键的吼科技吼，美国慢慢放吼，美国慢慢放的时阵，嗰种第一岛链吼，除了吼海军佮空军的武力以外，伊即摆佫互你飞弹吼，飞弹的科技吼，互你吼，其实就是讲战时的时阵，会使吼靠第一岛链吼，不管是日本、韩国还是讲台湾吼，兵力吼先去动。咱当然啦吼，当然咱家己的军备吼嘛要加强吼，因为生存吼靠武力吼，发展吼靠经济吼。毋过吼，军事力量吼是上紧的，毋过吼伊要起的时阵吼，足慢吼。即摆武器的吼愈来愈精良吼，不管是吼，你爱去投资啦，迄个吼，拢爱慢慢投资时间吼。咱袂使讲吼，放讲美国可能吼会来救台湾，然后咱就放点，其实这是毋对的。袂使啦吼，尤其即个咱讲中国吼，习近平遮嘛讲吼，全面都要来备战啊吼，所以咱看到讲备战，甲即个6档吼，可能即个意思甲概念。其实有小麻小瓦哈，所以大家嘛是爱较谨慎、较紧张一寡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真侪人看到即款的这个军事威胁吼，咱看到国界这个回应，咱看到美军海军情报啦吼，伊讲吼中国军舰吼早就伫2020年超越美国啊吼，所以咱讲吼美国海军吼虽然有超过33万人吼伫咧服役啦吼。超过咱讲中国的25万吼，但是因的这个驱逐舰啦吼，还是讲吼其他的这个部分拢是吼比中国较济啦吼，但是超过9000的吼舰载这个有这个飞弹的这个发射的这个组啦吼，中国差不多有
清的，然后代表美国的这个飞弹也能力也阁是领先的。但是国防部长嘛是讲吼，继续强化咱的战备甲整备啦吼，针对着这个提供的这个内容吼，若是讲吼来做事爱应用的这个准备啦吼。另外，国防院这个副研究员吼，这个部分伊是讲啥？台湾的军事预算会当提悬吼，强化这个电子战吼，甲侦搜。甲监控的这个能力啦吼，针对着这个水面舰啊，还是讲吼，这个战机会当有做一寡另外的研发啦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伊是讲啥？这个中国真济摆啊啦吼，即款的这个台湾问题吼，去讲因的这个立场。美国部分人士吼，嘛讲台湾问题吼，讲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威胁，实际上是美国干涉到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借口啦吼。针对着这个回应，咱继续请教教授，你安怎看？对，就是讲，不管中国要武力犯台的迄个时间点吼，到底是6冬，到底是10冬吼，等等的即寡迄个可能性吼。是。咱看即寡资料，尤其美国这边即马所送出来即寡即个算即个迄个消息吼，是要互台湾吼，尤其伫国际社会，知影讲中国拍台湾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OK。吼，莫想讲中国。伊即马甲美国咧对抗的时阵吼，台湾这边问题伊较强咧，所以其实是要强调讲，伫台湾这部分，互咱一个境界，就讲咱家己伫国防上，咱家己伫社会的这个防御上，等等拢爱有准备啦。所以不管是6冬，不管是10冬，等等，这个就是对即马开始，咱家己拢爱有境界。OK。另外一点是讲，当然，到底迄个可能性有偌悬？军事上，今仔日咱来看所有的迄个战争，后壁拢爱有经济力量的支持啊。所以，你若是这个一个军事强，但军事真强，但是经济力无强的迄个国家，基本上伊无啥有法度先去甲别个国家迄个压落底，要去共拍，因为伊可能挡无真久，伊家己会叫拖落。所以6冬咱头拄其实有讲到讲。有迄个为个疫情，是讲中国可能2028年会变做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你若是这个2个时间斗起来的时阵，才有可能讲，等中国变做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阵，伊感觉我经济实力已经有啊，所以我军事上，才有迄个实力，我有把握，我有把握，我袂去互我这个经济因为战争去互拖落。OK， 所以这个是中有一个这个配合这个时间点啊，所以这是这个部分啊。一个第二个就是讲。中国要摕台湾这个可能性，今仔日这威胁到底是局部的还是全面性的？有可能讲今仔日伊一个军事威胁的时阵，若是局部的时阵，还是讲伊要互你一个短期内，互你一个军事压力，互台湾知影讲可能，你要对抗中国，你一直要甲中国统一的时阵。长期来讲，有可能什么款的迄个效果，你家己爱知影。可能封锁台湾海峡等等，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讲，就是真正要甲台湾摕落来。所以迄个威胁到底到什么程度？即马咧讲的只是讲，其实因咧讲的是讲中国对台湾武力的这个威胁是永远存在，但是并无讲甲足清楚，讲迄个威胁到底是什么程度的威胁啦。所以这是互咱知影讲，咱面对这个其实。爱家己做上好的准备。就是互咱台湾有一个警示吼，讲中国伫遮吼，真正可能会安怎啦。但是这无代表讲实个时间的这长短啦，尤其咱讲吼，嘛是爱这个中共因这个国内啦吼，就是讲因这个经济体会当起来吼。咱嘛看到讲吼，真侪这个消息是讲因的这个类似吼，根本就是无法度踏因规个这个整个的这个规个这个成长等等啦吼。所以咱讲吼，这个中国吼，虽然安尼吼。战狼外交也是讲吼，大外宣传吼，对外这个宣传拢是讲哦，中国哇外交拄外交，但是内部拢可能是空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台湾嘛是爱警示再警示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过去吼美国伫咧川普政府的时阵，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啦，迄当阵嘛是对抗中国吼是介出名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回伊是接受中央社这个访问啦吼，讲吼若有一天会当来去。访问台湾是真好的一件代志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过去真正取消掉吼，咱台湾甲美国吼交往的这个限制啦吼。另外就是讲吼，真侪这个公开这个对话吼，美国甲咱国
台湾吼有真侪这个高官的这个对话也好啦，高官的这个行程拢会实际上吼改变着讲拜登政府未来这个合作的这个空间啦吼。另外，伊嘛肯定讲，新任国务卿布林肯吼继续为这个其他国家来发声吼，尤其咱讲吼台湾可能嘛是一个部分然后继续为咱来发声。所以自这个国务卿吼前川普时代前国务卿看到新的这个布林肯啦吼，咱来看政策。可能真正头拄咱这个教授所讲的有延续哦。目前来讲哦，我讲其实你若中美关系的本质是啥？因若是讲也是讲竞争为主，当然咱会使看到，迄拜登政府迄对中国的政策，迄有一个延续性。特别是那像蓬佩奥要过来，我有看新闻吼，伊讲英语是讲若到台湾吼是real treat， 是讲真正吼就很期待来咱台湾啦。当然我想讲，咱台湾嘛会好好甲款待啦吼。毋过头拄其实我头拄有讲到，就讲大家拢上关心的，到底阿强敢会来拍台湾啦吼？那嘛是咱今日的主题啦。其实头拄拢有讲过，其实咱若看以前的历史，战争上会发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拍会赢，我会使拍赢你，所以我拍。所以讲这度牵涉到一个实力甲可信度的问题，就像讲，迄美国Davidson 伊讲，美国若要威吓阿强侵略，美国嘛爱有这个 capability， 所以讲阿强什么时阵拍台湾，其实就是讲，倒一天伊家己感觉讲，伊会使有这个能力来拍台湾。当然，拍台湾伊一定要甲美国的因素甲放在内底，伊会使安尼有这个能力，伊就会来做。毋过这是能力的问题。议员这边讲啦，吼，大家拢嘛知嘿，所以讲咱有台湾有一寡朋友讲，咱阿强毋是到底是中国是威胁还是无威胁？其实迄因讲已经是讲白话啊啦，这边讲，都是威胁。其实我来讲，这都是伊敢有伊想要安尼做，毋过伊敢有这个能力。如果有一个问题啊，吼，咱若看历史，第二个战争会发生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啥？意外事件啦，意外事件啦，因为咱真正毋知，连有一天真正讲迄个外岛，还是咱有发生啥代志，还是阿强内底，习近平的政权，因若真正有啥问题，还是安怎？家己都无可能哦，无可能。所以讲，另外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的时阵啊，吼，这就较歹讲，到底会几年？咱即马会使确定的，就是讲那。两岸的军力平衡啊，吼，那阿强真正伊讲伊会赢的时阵，迄时间就伫伊的手头，所以那李克强才会个讲啊，台湾问题即马阮有主动权嘛，这都是安尼嘛，因为即马的确，迄规个军事平衡啊，即马是愈来愈无变啦。是，但是咱嘛看到讲，对，伊的信心嘛愈来愈大嘛。是，所以讲即马就是讲，为虾米迄美国？其实嘛足操劳的啦，究竟是安怎？所以讲，即马才有今日，Davidson 讲话，即款的这个讲话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真正这个美国甲中国甲台湾吼，这个关系吼，真正是讲袂清楚啦吼。但是咱讲吼，这个部分吼，抑阁值得咱去观察吼。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这个布林肯嘛讲着吼，会承诺着咱邀请台湾出席着这个年底这个民主峰会啦吼，嘛代表咱民主的这个价值啦吼，嘛代表讲吼，过去吼，这个咱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个态势吼。咱讲吼，这个本质是啥物？可能甲中国是徛一个对立面吼，但是该合作的嘛是爱合作吼。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后礼拜再会，感谢多谢。